大家好，我是虞美人，我是蔡长宪，我是许志豪。想听更多好歌吗？想看更多影片吗？赶快追踪红人榜的脸书、IG 还有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讲，人家就会定？因为你有号召力啊，有号召力，我们有号召力哈，我不这么认为，不然你证明给我看。赶快证明，证明一下啦，订阅起来啊，赶快订啦！农民擂台赛上周战况激烈，水稻歌王初登场，惊艳众人。我已经找无什么毛病，真正足好听，而且足厉害。听到这个故事嘛，就这你的个性表现了真好。最終高分平手，4.5分。今天平手再战，谁能获胜？失去了的爱，对嘛对袂转来。相信你会搁等来，我会等待你。都很棒，你两个唱那些有够赞的。要有非常好的演唱功力的人才能诠释得到，所以今天2首歌也都非常棒。谁能成为擂台主？欢迎收看超级红人榜，我是虞美人，我是蔡长宪，我是许志豪。好消息要公布一下，一下来2个好消息哦！我先来讲第一个，下个礼拜11月23号礼拜天晚上6点半，我们要到头重溪3元宫办晚会喽！卡司非常的坚强，我们邀请到了金曲歌王黄文兴、李明阳、陈建伟、民雄、大巴、安以威、谢金金、沈建豪、贾斯汀。当然，还有咱红人榜的歌手有陈梦贤、于凯阳，还有汪玉君，欢迎大家来听歌啦！真的，还有一个700集红人榜，一路行来15档700集，所以我们这次要邀请所有过去站上这个台上唱过歌的所有的歌手，一起回娘家，做位庆祝一下。是啊，好，咱介绍一下，咱今日评审老师哦，有一个讲一共是什么夏威夷啊，是泰国哦，嘿嘞哦，来第一位，首先作曲就像精准切割的钻石一样，每个音符都闪闪发亮的陈子宏老师。接下来这一位，讲评就像耀眼的红宝石一样，火热又大胆的许常德老师。接下来这位，歌声就像金色的琥珀一样，散发出耀眼光芒的詹雅文老师。上位这位，作词就像蓝宝石一样，沉静又深邃，让人一听就难忘的荒山亮老师，欢迎所有老师。好的，介绍完4位评审老师，马上来介绍目前榜上的卫冕者邝泽东、保送候选人洪若森。青春组目前是平手卡关，大家加油！好，大来宾，今天的大来宾真的是在红人榜长大的，是啊，而且呢，他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哦。是，只要红人榜呢这个大小事呢一路安好踊跃参加，所以今天呢，他有个特别的造型要回到我们的节目来，我们欢迎的是魏小雨，有请，欢迎小雨，魏小雨，欢迎回娘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南投的小雨，魏小雨。欢迎，哎呦，提饼来都是我身边后台提供了哇，提饼来，是因为要回来宣传我的新单曲《心爱 boy》，那觉得说还是想要带一个礼物回来，然后所以特地挑选了我们南投非常有名的这个喜饼短饼，然后就是这个用意就是我的出道即是出嫁。然后想把这个喜悦的心分享给大家，等于说是一个大喜事啦，对不对？她也是嫁给了演艺圈啦，对的，出道了。我获得了雅文老师跟阿德老师联合创作的单曲《心爱 boy》，然后这一切对我来说实在太梦幻了。录音的时候也真的非常感谢亮哥老师，就是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鼓励。对，叫我不要紧张，然后好好的就是放开心，然后去跟着这个音乐流动，好好去唱。然后当时候雅文老师也有特别到录音室来配唱，真的非常谢谢老师给我这么多的支持。所以今天是要来发表呀？对的，这对新人来说，我们要写多少代期啊？是啊，他第一首自己的歌，出道的那集就是这条了。而且我听说不止这样哦，MV 也是有一位大师操刀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的阿德老师，这首歌是新买无 M 对不对？对。我来讲哦，
无言无代志，有言唔知会发生什么代志。这首歌就是要表达这种代志啊。所以呢，我改拍这 MV 啊，做企划啊，做文案啊，都希望哦，他这个歌能摆脱我们印象中台语歌的一个包装方式啊。所以我希望说，就是魏小雨在参与这个过程的时候，我给他一个命令，就是不准问为什么，不准问我说待会要干什么都不可以问，你只能听命，认真把它实践出来就可以了。对，但是我非常感谢阿德老师给我一个这么大的空间。真的，当天到那个就是我们的摄影棚，老师就好开始，然后就让我尽情的挥洒，主游发挥啊，真的。因为很过瘾他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。OK， 他就是先录起来，再抓几个镜头出来。今天算成果发表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也鼓励很多朋友在这个舞台拼过20关，你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单曲啊！不信你听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欢迎！偶像族新生来袭，再起动荡。今天摆刺客灰熊的特别哦哈，他是星2代，掌声一起来欢迎 Vera 吴姿莹，挑战者星2代嗓音特别。梦中叮咛的话，虽然只有几句话，你完全带来不一样的气氛，给这个歌有一个不一样的灵魂。面对强敌洪若森，全力应战。命是小无。东东遇强则强，不遑多让。永远袂当做到亲像你，人着一线看为彼线去。谁能夺得胜利，坐上卫冕者宝座？一句真心真情的情话，无着无福杯，加着加富贵。感谢你一路绝情到最后，免去轮回，免笑空。心啊心啊的无言，陪伴才着嘴。情路心一人渐渐停，撒开的爱情，明知你袂变，我心甘情愿慢慢行。一句真心真情的情话，无着无福杯，加着加富贵。感谢你一路绝情到最后，免去轮回，免笑口。心啊心啊的无言，陪伴才着嘴。情路心一人渐渐停，撒开的爱情，明知你袂变，我心甘情愿慢慢行。心啊心啊的无言，往事往事已如。竟需要感情，撒开的爱情，总是有人来伤。是你是我，有天挂定。
谢谢魏小雨，心爱无言。偶像组的卡位赛，有请卫冕者东东、邝泽东宝座候选人洪若森，欢迎两位。来，超底线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印尼的洪若森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邝泽东。自从他演过月老之后，在路上被认出来，被人家问你是月老吗？有一天我录网影去台北车站，拄了一对我囝伫甲我叫讲元老啊，你是元老。你那个第一个声音嘛。我讲。是啊，我是元老。你就亚秀出来摆对不对？伊就甲我讲，哎，我要甲你签名一个翕一个相片。哇，这有人偷签名哦！因为他的月老扮相实在是印象太深刻，没有人能赢他了，真的。好，伊个甲我讲，我希望你顺利过关啊，一直过关啊你。好，来，东东，哎呀哈，你最近头发变了呢哈。变长，变帅了，对，谢谢。你知道有些帅哥哈看了会长寿，你知道吗？够吧，因为好看啊，哎，欢喜啊，可以活久一点啊。我看到金城，我都觉得我可以活到120，太久了。你要不要再看一下我，把它减一点回来？活那么久很累呀。OK 啊，你被邀请参加台北时装周哦，在网上看到朋友有被邀去，然后就觉得哇。那边是长怎样？然后那个很想感受那边的氛围，所以第一次很荣幸就是被邀请去。听说他穿的那套是真的设计师特别留给你穿的，也没有人穿过，没有人曝光过。哦，来，哇塞，那现在可以看了吗？可以看了吗？好，来我们看一下。哇塞，这一套，天哪！对，就是大体是黑色，然后他用缎带组成。哦 ，OK， 大体黑色应该是中毒哦，生前就中了。哦，大体破碎，大致上是黑的。这个要请仵作来好好的验一验，好不好？好，大致上是黑色的。你要唱什么？我今天要唱这首《康秋帮》。康秋帮，阿丽嘞？永远袂当亲像你。好啊，安尼我来介绍哦。今天摆刺客非常的特别哦哈，他是星二代，掌声一起来欢迎 Vera 吴姿莹来挑战，欢迎 Vera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是姿莹。OK， 好阳光哦。哎呀，看就花钱就欢喜代志，是，很开心哦。谢。而且妈妈是印尼人，对，然后爸爸是台湾人，对，好，所以其实我们最早的这个新住民呢，现在已经下一代都已经长大了，是，对不对？你再归回来。那所以呢，你是在2个语言底下学习的吗？没有，我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，算台湾人这样子。哦，是，但是你有学印尼话吗？我小时候比较没有这个环境可以回到印尼去学印尼话，所以我从小就是在台湾，然后我是到了我大学的时候才开始自己学印尼话的。哦，这样子。那你们2个可以用印尼话讲话吗？阿巴嘎巴，saya bahasa tidak baik。哦，terima kasih。terima kasih。翻译。我自己翻懂，我怕听不懂。有人要翻译，有人翻译，看麦克风拿出来。他说什么？他跟他说你好，他也跟他说你好。答对了。然后他就跟他说我的这个语言不好，他就说谢谢。你的语言不好，为什么你要说谢谢？因为他乱回。他想说就句点，他乱回，句点我好了。洪若森才是假的，对他根本听不懂。哎，你很厉害，你为什么会？因为马来西亚啦，冇听啊。妈。洪若森，其实你是男子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真的是印尼人吗？我讲印尼话，较袂咧当练啊，袂灵当啊。所以，等下阿信，你讲老实的，你头先听我听无？你在印尼免学印尼话？我拢讲台语啊。你那个岛都讲台语的对了。可是为什么是马来西亚人在翻译啊？马来西亚很多懂印尼话的，就很类似马来文跟印尼文，很类似。哇，好有趣哦！对。那在2个文化里面呢，其实要有吸收那个养分的哈。不过过去台湾呢，对另外一个来自母亲那边的文化呢，就没有那么的有机会，对不对哈？对，其实我
我觉得我小时候蛮可惜，没有办法就是学妈妈的母语的。对，因为小时候甚至连我妈妈自己，她可能也都想要隐藏自己的不一样，所以她也很少有机会跟我们讲印尼话。所以当我长大之后，我也发现好多跟我一样，就是新二代的小孩，就在台湾出生的新二代，我们都是不会讲妈妈的母语的。然后甚至在提到说，妈妈是从哪边来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点点的觉得，就是不想要跟别人讲说我不一样这样子。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觉得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学一个，就是因为学一个语言就等于开了一道新的门。是的，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认识这个对我来说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的语言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我没有办法直接搬到印尼去住，可是我有什么方式是最容易可以贴近这个语境的？那就是音乐。所以我就听很多印尼文的歌这样子。对，你不用看他没有他一定对不起。你直接跟他讲台语，他会比较。来，你该讲台语。是，所以你透过学印尼歌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过他刚刚讲一句非常重要的，你拓展你的语言，就拓展了你的世界的边界。对，好，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？将会跟阿杜合唱的《梦中的情话》。梦中的情话，好，欢迎3位。是真也是假，不管风雨怎样在吹，阮永远甘真济。梦中叮咛的话，虽然只有几句话，予我温暖在心底，真想要来用心交陪。梦中的情话，是真是假？虽然梦境遐尼短，爱你永远袂反悔。梦中叮咛的话，山盟海誓一句话，望你谨记在心底，我会用真心来交陪。感谢你对我这坦白，予我有重新出发的机会。初恋的滋味也试过，就予感情来认真体地。只要咱相爱过程美丽，就算缘分难把一切。感谢天的旋转体会，予咱有一摆相爱的机会。感谢你对我这坦白，予我有重新出发的机会。初恋的滋味也试过，就予感情来认真体地。只要咱相爱过程美丽，就算缘分难把一切。感谢天的旋转体会，予人有一摆相爱的机会。谢谢吴姿莹。接下来洪若森带来的歌曲是《康丘王》。东东近期表现状况极佳，越发稳定。东东，大家好。今天让我刮目相看其实你内在其实是可以很放，然后可以很自由的展现各式各样不同的一面给我们看。前面的吟唱就如同你要介绍一首新歌的红地毯，那个引导真的有让我静下来听这个歌太厉害了。再次带来宝藏歌曲《自我挑战》。永远不会当亲像你，就是我在网上听到的很好听的歌曲，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。永远袂当做到亲像你，人着一山看袂
自从不小心被打下来又上去之后，你有不一样，大将之风开始越来越明显。东东能否再创个人新高？卫冕成功。分世间爱情为你啊的形影，未来消受你牵挂，是啥人听分散，情无结局就变卦。分世间爱情牵笑望一场风声，梦醒来只有我。命是寂寞，你看破。分世间爱情牵笑望一场风声。醒来只有我，命是寂寞，你看破，命是寂寞，你看破。谢谢洪若森。接下来卫冕者邝泽东带来的歌曲是《永远袂当亲像你》。风里里，吹来透阮心肝的暗暝，也会记彼当时，虽然风寒有你踮身边，永远袂当做到亲像你。人踮一山看过彼山去，讲过的话当作袂记，搁叫阮唔通靠家己，永远袂当做到亲像你。一世人注定爱伤心，要叫阮搁去倒位，等待阮的春天。永远袂当做到亲像你，人踮一山看过彼山去，讲过的话当作袂记，搁叫阮唔通靠家己。永远袂当做到亲像你，
世人注定爱伤心，要叫阮过去倒位，等待阮的注定。要叫阮过去倒位，等待阮的春天。好，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阿心老师好，这首歌其实我起先并无感觉讲伊足适合你唱的，但是一开始了后，还有咱红人帮的背景衬托这首歌的气势，还有你开始会当伫前奏，你迄个气氛你就家己会当抓到啊，你就开始入歌，这个习惯足好的，你有在进步，这足重要的。这个很重要。你明当要唱歌的时阵，你的感情才落来，袂用的。是音乐是来，你感情就落的，安尼才对。所以你规个迄个感情足深情的啊，鼻音真的我也觉得是少了，但是可以更少。你是有进步的，我觉得今天都还算 OK。谢谢啊。好，来东东，老师好，你选了一首好歌。今天你选了张宇的这首台语歌，真侪人唔捌听过，但是有可能你会把它唱红。大家对讲啊，这个不是东东的主打歌，东东的新歌会变成这样。因为我希望你选歌的部分会当有真大的突破。突破点不在于说市面上市场上你听到的歌尔，可能这个前辈他现在不在线上。但是伊有真好听的台语歌，足适合东东你的。啊，但是今日小小夸夸，我会给你一点点小小意见，因为你的气音已经很重了，因为你的气氛已经搞得非常浓厚了。如果人点这山看过迄山气，那个气，那个尾音不要那么短，再完整一点，不是叫你拉长，而是完整。这样子的话，这首歌我觉得更加分，其他我都觉得不错，非常好听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志莹，老师好。志莹，我请问你的台语，你爸爸的母语是台语吗？对。对哦。OK， 所以你也算是你的母语也算是台语，对不对？应该要是。应该是对，就听得出来你的就是年轻人讲的台语啦，就好，就是有一些。你说不标准吗？也不会，可是就是会有一些咬字的部分，那这个部分稍微再加强一下。但我觉得你整个在舞台上面唱歌的那个表情，还有你很认真在唱这件事情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好，然后可能也就是太认真了，后来可能气息没有调整，然后你到了后面第二遍的副歌 repeat 的副歌的时候，开始你的喉音就跑出来了。哦，可能是气没有调整，因为会唱歌的都知道嘛，你不应该在那个地方一直用喉音，因为你一直用喉音的时候，你的音准控制就会变差，然后你就会唱起来就会变很紧。好，你到后面最后那一段的时候，有一点这个感觉，应该是比较紧张一点，对，好，所以这个部分再稍微加强一下就好。谢谢老师。那东东，我觉得你自从不小心被打下来。又上去之后，你有不一样，所以你说被打下来，对你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虽然很辛苦，又要从头来一次哈，但是我觉得长远来看，我觉得未必不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你开始去思考我们之前跟你讲的所有的话，有吧？有的。打下来之后，发现我为什么会被打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始去思考，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有抓到那个感觉，然后大将之风开始越来越明显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，再加上你那个上礼拜的那个舞蹈，真的也让我刮目相看。对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你就放松一点，因为以你的能力跟你的实力绝对够。好，那就是让自己不要那么紧。好，其实我后来发现你私底下也没那么紧啊。好，就是不要那么紧，就再放松一点，就会很好。啊，今天3位都很不错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好的，马上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吴姿莹老师好。我觉得这个歌其实很多人唱过，
但是你一开始唱的时候，尤其是第一段，就让我觉得你完全带来不一样的气氛，给这个歌有一个不一样的灵魂啊。然后至于后面就是越唱越急的一个原因，是你一开始在台上就很嗨啊，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要有机会练习静下来，这样你每一首歌哦，我觉得后面那两个都会很危险，因为你有了杀手锏是他们两个没有，因为你很乐观在看待音乐这个事情，很宽阔在看待音乐这个事情啊，这件事情是比他们两个更容易得分的哦啊。然后若生老师好，这3首歌只要唱到混世间，你都用同一个方式，就是很用力。好，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哦，混世间爱情啊，是在混世间吗？应该是失恋开来的混世间。我觉得这首歌啊，混世间爱情啊，是一句话而已。就像说，我恨老天爷为什么要给我爱情？其实这不是恨，这是有一点点很在乎老天爷给的这份爱情。哦，所以如果你在唱这个歌的时候，你只有很表面只看到恨这个字哦，你就会很用力唱这个句子。但是你这首歌有3次副歌唱这个句子，后面2次都没有踩到拍子。你知道用力的时候没有踩到拍是致命伤哎，练歌一定要练清楚。不能只练那个用力点。你想，如果这个3个混世间有一个混哦是轻一点的时候，这个歌的张力是不一样的呢。一定要注意这个歌的内涵。好，马上来看一下我们的美女刺客的成绩，评审请下分数。来哦，这个礼拜的刺客吴思颖第一次挑战红人榜的成绩来到了23.8分，厉害哦！第一次来有这么高的分数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康丘帮洪若森表现如何，评审请下分数。来自印尼巴干的洪若森的成绩24分，4位老师都给到6分了，稳定的成绩。立刻来看看我们的东东邝泽东这一关挑战第8关，也当得到几分，评审请下分数，加油！当邝泽东，当得到几分呢？哇！稳定的高分24.4分，恭喜！还有我们非常谢谢吴志颖，好不好哈？谢谢你来，谢谢志颖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也鼓励所有的人有机会多学一种语言的话，千万不要放弃或者是错过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也恭喜2位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，恭喜！谢谢，恭喜邝泽东，所以闯进第8关啦！哇，又即将要到了第10关了，加油！也恭喜若森保有候选人资格。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唱歌，然后我妈妈是因为她身为就印尼人的关系，所以她生给我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声线，就是很常被大家提到说我的音色很有辨识度，这是他们给我的礼物，所以我要非常感谢我的家人，感谢我的姑姑来到现场，也感谢他们陪伴我。我觉得好像声音够边边的，因为还没抓到那个鼻腔共鸣。我一开始要录歌，感觉就紧张呀，要唱出来，够惊。我这次选这首歌来唱，是因为老师有推荐我说，其实有很多前辈歌手有发过很多好听的台语歌，所以我就在网上挑到这首，我觉得蛮好听的，想要分享给大家。青春组的卡位赛，哇！阿贤啊，第1周就卡关了，有请上周平手的2位林星辰、廖敬纯，欢迎2位卡关喽！上周青春组大变动，昔日卫冕者强势回归，有带给另外2位很满的压力，打败阿美姐逼和卫冕者，廖敬纯乘胜追击目标宝座。林心诚固守宝座，全力以赴。2人平手再战，胜负未决。强力挑战者沙进鹏，啥人心内袂感慨？你开口够赞，
真正做了有够好，那个开口叫做啥？男子汉。评审请下分数。谁能坐上青春组宝座？那么高。有请上周平手的2位林星辰、廖敬纯，欢迎2位卡关喽，来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廖敬纯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高雄罗德区的坑里来，我叫林星辰。连礼都介绍了呢，哈，已经是礼上的名人了，对不对？敬纯，你爱欧姐，你久无回来啊？对啊，你一定要给你多到位啊！这拍，因为这就拍介绍啊，是啊，一段游轮。啊，一段游轮，游轮无固定，无固定。哦，当时在石原岛，当时在日本在倒位。对，所以我唔知要哪讲我家己伫大地。对，倒位来。对，倒位来。啊，你有在游轮唱过？有，我今年刚好遇到一个蛮难的机会，然后上去游轮，把我的人生清单打了一个勾。啊，游轮万一风浪大的时候。游归来，跟游归去。有啊，我就从右边唱到左边，左边唱到右边。真的，然后乐手老师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会浪跟着浪，背着乐器这样。对，真的啊，真的。哇，在游轮唱歌会影响你的发音吗？会头晕，但所以我们会在开演前，例如说真的很大的时候，会吃晕船药，就让自己可以不要那个平衡不一样。哦，但还是会就是真的会忘记下歌点，或者是唱错这样子。哦，因为突然一个晕来了，就因为也还好，因为在船上的人也都晕晕的。对，那个晕晕的听歌也是都茫茫的啊。对，听说船上都吃很好。哦，对，员工餐非常的丰盛。哇，那你待船上多久的时间？我待了大概快3个月。快3个月，快3个月。一天要唱多少场？一天大概唱3场。3场。对。有台湾的客人吗？基本上都是台湾的客人。哎呦，比较多。那都是长辈吗？都长辈，但也有年轻人。例如说，他们这个阶段，这一周刚好有派对，所以就会有邀请，例如说有 MC 啊，或是 DJ 上来放歌。那基本上会上传的年纪大概都落在50出到60。你的表演可能会因为这一场的下面听众是谁，歌单会有点不一样哦。会稍微有点改变，会看一下现场的状况。你有没有什么必唱的？点阅率最高的？我点阅率最高是堆堆堆。哦，比较嗨啦，对不对？比较嗨，对。会在，可是通常这首歌都会在整场要结束的时候。哦，对。像我之前去唱游轮哦，主办单位都会要求我们最后一首一定要唱《爱拼这样》啊，对。这个也要，这是每天游轮必点啊，这每天要，这是每天都会唱，对，真的，哦，还蛮特别的，游轮歌单，对不对？哈 ，OK， 那你今天要唱什么？哦，我今天要唱荒山亮老师的歌，哦，维利瓦洛基，哇 ，OK， 好，所以啊，行，今晚有见面会啊，你反见面会啊，大家最期的反见面会了，港盖小姐那叫，因为最近有去比红人榜啊，较早一个熟悉这个。公主，伊迄个叫主委啊，公庙的主委，嘿，啊，伊算有看到安尼，啊，所以邀请我去啊办一个见面会安尼，啊，为遐乡亲啊，甲我见一下面安尼，嘿啊，开讲安尼，啊，个准备点心嘛。啊，伊是闹偌济人来？120岁啦。哦，哎呦，小型见面会，对，开心啊！你没有现场要唱歌？有现唱2首歌。不，这也是你参加红人榜以后对你生活的一个改变，对不对？也对啊，也有史以来啊，影响很大，就是红人榜这样啊，让我的人生有色彩，还有更多人认识我这样。OK， 对。那你今天要唱什么？蔡小虎哥的《幸福送给大家》。哦，好，送给大家。幸福送给你。哦，有，毕竟有在公庙表演过嘛，哈，送给大家，对吧？哈，赞嘞！起码有这个职业歌手的那个感觉哦，哈。来，我来欢迎这礼拜要来给你挑战的这个刺客。好，他是从事呢房屋修缮统包工作的啊，有一个称号哦，建筑业歌王。掌声来欢迎王宏德来挑战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来自新北的王宏德。你好。建筑业这个最近很多装潢都要排很久哎，过年前。嘿啊，你各位来。抽空。哦，抽空。没有，也是今嘛一天工钱偌济？师傅应该拢3500起啊。嘿，一天哦，3500起跳，你都不一定请得到。对，还不一定有人。不一定有人。
啊，你是同胞，就等于讲你发工课后，这师傅去做，我蛮爱做啊，哎呀，爱做，我蛮爱做，哎呀，好啊。今天有你的专业来问一下哈，房子漏水的问题，是，因为你说要及早处理，那最好我们知道怎么处理。就你有开始发现有渗漏的时候啊，就是湿吧啊，已经开始咧开花啊，油菜咧开花啊，有泛毛的时阵，迄阵就已经是咧漏水啊，倒水入来啊，对。哇，啊，阮到东北角海边的厝，我房间就开始敢若有啲开花啊，那就赶快处理了，要不然到时候就是会。都呼起啊，就会霉菌、透金，就是那个铁啊，拢会瘪去，铁啊瘪去，阿门都会烂。啊，你敢无听过人一句话讲？医生行地扫，土水行掠漏，迄掠漏就拍裂。对啦，就是我们就是要先找源头在哪里，水怎么来的？你平常现在无落雨，啊，有漏水就应该是讲的问题。啊，你若落雨有漏水，啊，就是。落雨，雨的问题，触定的问题，对，哎呦，是啊，有的时候咱有迄个住楼顶楼骹天的，为着讲漏水的冤家有无？我听讲哦，咱就发现讲，咱的迄个天花板的地水啊啥，无一定是顶头去雨的代志呢。对，吼，有可能啊，所以爱查。因为有些房子老哈，各位水泥的寿命就是50年左右，你都开始被糊啊风化，所以你通常会从哪边漏？就是窗台外面的那个外墙，那个水泥呢，其实都已经风化，所以从那边渗进来的很多。所以为什么窗子底下的墙壁很容易就发霉？你说我窗子明明有关啊，就是来对一直开始啊，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说要老屋改建啊？原因就是这样，因为水泥有寿命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。哎，房子老是折磨人的呢，是，因为里面的霉菌呐，哈，对，然后会对让你的呼吸真的很不好，身体不好，会生病的。对。啊哥哎，又个寒个热，呼吸道啊，还是讲过敏源呐，哎呀，那真的不能轻忽哎。对，没错。可是感觉出来，你虽然在跟我们讲你的专业，你很紧张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我第一次上台，毕竟这次报名不是他自己报的，不是他自己报。对。那谁帮你报的？哎，老婆。老婆是感情不好吗？老婆人家很好，是很好，对，是很好，因为那一定是他老婆知道他这个很会唱，喜欢，然后 push 他一下，对不对？呀，所以你有要下定决心吗？下定决心了，下定了，好，是，真的不会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我们两个好像在证婚，有没有？你有下定决心吗？不后悔什么？就说他要上来这个舞台啦，对，有没有曾经想说啊，卖起来啊？呢？有哈，真的啊。后来为什么觉得还是要勇敢的站上来？那就是第一就是圆他的梦，也顺便让小孩觉得，老爸也是不会怕，就往前冲的啊。主要是这样啊，是。阿妹，你今天要代表这样的精神，你要唱什么歌呢？爱你那把赛。好，来，掌声欢迎3位。不敢看你流目屎。因为你是我的所爱，当初哪莫来相识，今你也免心悲哀，深去了你的目屎。心肝内，你的心意我了解，啥人心内袂感慨？你是我所爱。
谢谢王洪德。接下来廖敬纯带来的歌曲是《为你活下去》。农民擂台赛第4周，上周高手来袭，水稻歌王一鸣惊人。为着爱情不如意，我已经找无什么毛病，真正足好听，而且足厉害。连母公主也遇强则强，全力以赴固守宝座。我情无累过3天，我算什么？听你唱歌就是拢足放心的，因为伊的歌声写足好。两人互不相让，高分平手。2度对决，谁能胜出？这不是最后的结局，请你相信我的心，这一切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段小过程，跋倒敢就袂当搁徛起，若不是天的控制，敢也有啥物道理？但是我敢袂使放弃，敢通搁流泪，我要为你活落去，我就算剩一口气，我嘛要勇敢去面对我的人生点点滴滴的宝贵。但是我敢袂使放弃，敢通搁流泪，我要为你活落去，就算剩一口气，我嘛要勇敢去面对我的人生点点滴滴的宝贵。是你。谢谢廖敬纯。接下来林星辰带来的歌曲是《幸福送予你》。你别的彼当时，要将幸福送予你，无是命不敢放弃。无奈命运来创你，ふるさとよ，ごめんね、ごめんね、あなた。你的心意永远不敢放袂记。满真情，幸福送予你，ふるさとよ，ごめんね、ごめんね、あなた。
马上请燕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阿迪啊，老师啊，非常了不起，你的迄个屈势吼，位头到尾拢无改变，足深情啊，安尼用麦克风安尼摇安尼按，可见你有偌紧张，一手举咧会滴落迄个感觉安尼，所以迄个屈势是感动人的，你知无？嘿，迄是上舞台一种诚意。我觉得除了紧张以外，挂一边，你的开口够赞，转弯世界迄个开口，真正做了有够好。迄个开口叫做啥？男子汉。安尼歌曲嘛是足罕见的，是较早的老前辈所写落的这种的歌曲吼，我感觉真的很有它的味道。那你搁把这个味吼唱到足到位的，我感觉是非常不错，非常不错。可是今天就是小紧张，然后呢音准就会有点安尼小飘哦，对音准的问题哦。后来阿成老师好，会记你选歌一定要注意，你适合唱演歌，这毋庸置疑。你的歌声真水真清气，毋庸置疑。你要唱安尼歌，我嘛无感觉讲无适合你，但是这首歌的假音真济。伊无法度展现，你会当摕分数的迄个美感。你选歌一定要选着讲，这首歌适合我唱，而且佫有法度展现我的特色，佫有法度摕高分。你即马后摆选歌爱朝这个方向了，是因为你是坐迄个椅仔的人，你别个选讲哦，我唱的轻松啊，顺就好啊，平顺就好，这个就很危险了。小心选歌，好，加油！好，马上请亮哥来为我们做讲评。静纯，其实今天看到你再回来红人榜，真的是很感动啊！这次看到你回来，看到你很多的成长，最大的改变就是你现在很有自信，很自在，在台上可以做表演的一个歌手。那我觉得也是让你感觉跟别的选手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大家都会唱歌，可是表演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你在台上你能够做完整的表演，这是你最大的进步。好，谢谢老师。那今天这首歌呢，也许你的诠释跟我有一些不一样，那我觉得那也是你的自信的地方。好，那我觉得歌手在台上可能要找到一个第一个表演方式，第二个是属于你的特有的唱法，就是包括你的咬字，包括你的共鸣，包括你的所有的呼吸。你的所有的一些功夫都要综合成你这个人的歌手，好，那我觉得你慢慢有往这个方向，但是有一些唱法上，我会建议在尤其是今天我这首歌，我会建议你在共鸣上面你要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位置，好，然后今天我很感动看到你唱这首歌，谢谢你，谢谢老师。然后阿翔。老师好。你今天这条歌你唱了算就流畅，也是一个很好听的一首歌，因为尤其你的嗓音其实是很适合的，对。但是就是说会跟小虎哥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我刚刚讲的表演这件事情，你可能就是很认真的把它唱完，但是没有让人家感受到你的人跟这首歌有什么关系。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你们最大的挑战，怎么样在台上把一首歌表演出来。好，继续加油，谢谢老师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王宏德，老师好。为什么觉得你不是为自己来唱歌，是为了圆太太的梦呢？这样子比较不会受伤，对不对？万一失败的话，你不能那么直啊！你不能那么直啊！我欣赏你，我拄则就讲啊，男子汉，有影无？有听到不？我刚刚也会被那个张雅文就是喜欢上的男人也不是什么流行款啊哈。我欣赏你的个性，老岁的人为咱尊重就好。谢谢。今天唱这首歌太感性，我觉得你唱歌就是给我满满的感性，没有任何技巧，只有感性，这一点就很棒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然后静纯，老师好。我觉得你唱这首歌你要想这首歌一开始这3个字是多重要的事情，你知道为什么那么重要吗？这首歌说实在的是在讲一个非常不舍的一个故事。
所以这不是最后的结局，心没有静下来，没有办法唱这一首歌，而只有这几句静下来唱到了哦，后面就会很顺畅，那个情绪的张力就会出现。今天这首歌就是这个问题啊。好，谢谢，马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挑战者阿德的成绩，评审请下分数。这个礼拜的挑战者王宏德先生第一次挑战的成绩那么高，23.9分。谢谢老师。上个礼拜一来就卡关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谁会留在榜上？评审请下分数。来，静纯再度回到红人榜的舞台的第2首歌曲，得到了分数24分哦，你们2个只差0.1，刺激咯！继续甲看过来，目前咱的卫冕者阿成、林星辰要挑战第2关，根本顺利嘞！评审请下分数，加油加油！阿成、林星辰，来，到底得到几分呢？24.2分，恭喜！好。谢谢王先生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那也谢谢王太太哈，帮他报名，我们才可以听到这么男子汉的声音。好 ，OK 这个有点紧张，对不对啊？还是在船上唱比较适应啊。OK， 好，没有关系了哈，越来越好。OK， 好，恭喜2位，选上我们的红人榜首座，恭喜！哇，容易啦，阿成。总算是过第1关，来到第2关喽！也恭喜静纯保有候选人资格，加油！感谢老婆，让我有这机会来尝试一下不同的环境感受，也太刺激了。其实，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自己其实心情压力也很大，因为亮哥这首歌真的没有很好唱。我觉得我还可以更好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我觉得会换一个角度去诠释其他的歌曲。现在心情比较平静，卫冕者宝座，有守住这样，感觉好沉重，不好做，会有渐渐的压力，对但是自己要给自己的信心。农民擂台赛打成平手，好，赶快邀请2位出来，邀请咱的丢啊歌王林坤煌、恋母公主翁玉芳，欢迎2位。水稻歌王恋母公主平手再战，战内能把打败他。今日的这首歌曲比顶礼拜迄首更较歹唱，足有使命感的，足感动人的。那我尽量把我的特质表现出来，希望可以一直卫冕下去。这首歌该有的一些起伏情绪，你都把它消化过。你今天唱得非常好。谁会是擂台主？坤煌、恋母公主翁玉芳，欢迎2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万里的正水潮的林坤煌。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林面乡莲雾公主翁玉芳。好，咱嘛总算甲等啊，特别莲雾。对不出来了哈，对吧？已经过2个月啊，对不？过几天年底吧。别出来吗？真正别出来吗？现在到一个阶段，今年你讲一下。那是天气顺利的话，大概是年底啊。年底啊。但是我唔知我会当冻到迄个时阵袂啊。我讲安尼，我是讲你赶紧早点舞来啦，已经开始有人去怀疑你的身份啦。嘿嘿嘿，今仔无练舞嘛是有其他的啦。你站起来。今仔早噔。这个是咱拿鼻乡的雕刻老师，我们特有的独特的哦，盖着要秋钢的哦啦，送给老师。这是练舞啊，这是练舞，多谢，很可爱呢。第一届摕到这练舞的故事的小吊饰，谢谢。我那雕刻老师除了练舞以外，可以做山呀，可以做啊。安尼哦，这刻了真行呢。就是这每一颗都是手工刻的，所以伊的这种像阿伯的这抓我也不赶快。对对对，它是手工一个。够一个铃铛对吧？对啊。
铃铛带幸福来的铃铛，好，这莲雾让大家好运连连呐。好啦，那先让咱看啦。对对对，先让咱看啦。各位啦，快到去哪啦？望梅止渴啦。啊，你今天要唱什么？我今天要唱谢君老师的《我的单台里》。OK， 对，我的单台里，我的单台里，好，我们的林先生呢？我要唱蔡小虎的《变色的爱》。不过坦白说他们现在好像其实种稻米都还是要撒农药，对不对？对。以前都要自己喷嘛，对，以前都是用背的，用压的，比较危险的，因为风吹会吸到，常常有看到那个农民中毒的。中毒今嘛来，现在有那个无人机啦，无人机啦，现在有专门在经营这一块的，我们要请他喷就没有危险的了。是，又快可是就是成本比较高了。这嘛是爱开都爱开啦，无用身体去补偿也是很累，对不对？是，钱去死啦，卖人去死啦，安尼啦，秀起来了。对，该开爱开啊。是啊，上礼拜这么精彩哎呀，打成平手。哎呀，真正大家拢讲哎呀。希望讲伊当加唱几条啊，无？对，你系姊妹啊，拢安怎讲啊？当然替我真欢喜啊！替你真欢喜。OK， 上山下山哦，上面3个姐姐，下面3个妹妹，好不好？来，精彩的比赛马上开始。谢谢林坤煌。接下来翁玉芳带来的歌曲是《我的单台里》。
飞去全台伊，不望换来你的消息。相信你会搁回来，我会等待你，望你千年万年也愿意。我若生命到这时，我嘛无所谓，我会化作天使保护你。相信你会搁回来，我会等待你，望你千年万年也愿意。我若生命到这时，我嘛无所谓，我会化作天使保护你。谢谢翁玉芳。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林坤煌老先生，老师你好。今日的这首歌曲更较歹唱，比顶礼拜迄首更较歹唱。伊加真加，忽然间讲安尼啊，搁悬起的安尼吼，你完全拢无走拍嘛，无走音。人讲唱歌啦曲，就是安尼心情清爽，唱我轻松就好。但你毋是，你是唱甲足专业的。最专业的长音，最专业的气味，迄个曲色，你完全歌词内底你所唱出来，拢是人生的滋味，所以听到足有生命感的，足感动人的。是老师，所以我感觉写是足好的，唱了写足好的。过来，玉芳老师好。今日你选的这歌嘛，足适合你的，你是美声公主，我的感觉啦，因为你声足水的，足柔的，你是一个足温柔的查某囡仔。那你的歌声呢？今日真特殊的一点就是，拢无长音。你故意甲放哦，足简单、足干净的，把它轻轻的、淡淡的把它唱完。但是伫最后，你有了一个起伏，心情的起伏，将迄个层次、张力稍微张开了一点点。这是一个女人心的包容，迄个感觉，我觉得足适合这首歌的。所以我也觉得都很棒，所以我拢感觉你两个唱那些有够赞的，其他我嘛唔知要来评分啊，赞！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林大哥，老师你好。林大哥，今天这个歌不好唱哦，对，确实这个歌不好唱。然后就整体来说，我觉得都很好。那就是有一些拍子的地方没有咬得很紧啊，比较可惜一点。但是不影响你唱歌，我觉得还是很好。亮哥，请讲评。玉芳哈，老师好。这首歌很难唱出感情，可是你今天唱得非常好。我觉得你把这首歌该有的一些起伏情绪，你都把它消化过了。然后，尤其在副歌2次有不一样的张力，不一样的这个唱法，你又先轻下来，然后再往上走。我觉得那个很多东西都是要有非常好的演唱功力的人才能诠释得到，所以今天2首歌也都非常棒。谢谢老师，都非常棒。谢谢。马上来看一下成绩。我们先看林大哥的成绩，评审请下分数。来哦，顶礼拜平手这回林坤煌大哥的成绩来到了24.2。哇，依旧高分。哎，新萌姐那是搁平手是安怎？搁平手就是搁较拼落去就对啊。哦，好。迄啦，除非第3届啦，咱就有主场优势啦呢。哦 ，OK， 好。来看卖啊，咱的莲雾公主翁玉芳会当得到几分？评审请下分数，加油！加油！翁玉芳，我会等待你。哇！等待你，搁要拼一届咯。能跟李大祖再次平手，也是很高兴，能够与他再切磋一手。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了，其实唱完觉得有点疲累。
精彩内容就在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全台唯一台语歌唱比赛节目《超级红人榜》。本节目由安美诺美白修护霜冠名赞助播出。